為促進地方體育發展，佮着推廣多元的運動文化，有着市府體育局補助，結合地方的特色，中西區推廣法式滾球的運動，今年已經邁入第12檔。今年來更積極推廣室內的法式滾球，日前佇個協進國小的協進館舉行友誼賽，唔但有中西區各里的組隊，更到大內區環河社區組隊來參與。今仔是阮中西區法式滾球聯誼賽其實公所逐檔攏有辦滾球的活動要互咱的民眾來體驗，嘛來顧着因的健康公所到今年為止已經是第12檔來推動這個活動因為伊是一個真適合高齡長輩的一個運動。那尤其我們近幾年也把法式滾球從室外帶到室內。就是為了讓我們參與的民眾可以不畏風雨，也可以有一個舒適的環境來運動健身所以大家嘛真感謝有真儕咱的好朋友，今年總共有32隊來參與其中較特別的就是今年有帶來咱的環湖社區也來參與我們今天的滾球友誼賽也希望借着這個比賽，讓滾球運動可以給更多人更多的長者也好。可以一起來參與，讓我們的長輩都可以在自己的區域、在自己的里內、在自己的社區，可以健康快樂的在地老化。法式滾球因為無受年齡的限制，唔但容易上手，而且兼顧趣味，佮着策略性的運動。無論是親子同樂、中正的休閒，或者是社區交流，攏相當的適合。活動當中邀請熱情的有氧老師。帶動活力的舞蹈，成做暖身，為活動來揭開序幕。接續32支的隊伍嘛輪番上場來比賽，展開精彩的對決。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